和諧之家改編故事，灰姑娘與勇氣玻璃鞋。好耐好耐之前，有個好勤力又善良嘅女仔，因為佢着嘅衫多數灰灰黑黑，大家就叫佢灰姑娘。佢爸爸喺佢3歲嗰陣已經離開咗，依家佢同繼母同2個家姐一齊住。繼母忙住返工，2個家姐忙住讀書，屋企大部分家務都係灰姑娘負責。今朝早，繼母一早就出門，灰姑娘瞓醒，屋企得返佢一個。我好肚餓啊！媽咪又唔記得幫我整早餐。灰姑娘諗起琴日房門後傳來爭吵的聲音，有時佢會聽到屋企人鬧嚟鬧去，有時佢自己嘅需要會俾人忽略。佢成日諗，係唔係我唔夠好呢？一束暖粒粒嘅星光灑落嚟，星光教母出現，佢遞咗一把情緒雨傘俾灰姑娘。你已經好努力，當你心入面落雨嘅時候，先撐起呢把雨傘。吸一啖氣，停一停，慢慢呼出去，個心就自然冇咁亂。灰姑娘做咗3次花朵呼吸。我依家好唔開心，同時又有啲驚。不過我可以等一等，俾自己靜一靜。教母遞出一張守護名單卡，上面有老師、隔離屋姨姨、社工、醫護嘅圖示。當你覺得唔安全、唔受尊重，就可以揾守護名單上嘅大人，佢哋會好樂意幫你。揾人求助係需要勇氣，唔係添麻煩。呢雙鞋會提你記住3句說話。我嘅身體我話事，我有權講唔要，我有需要幫手嘅時候會講出嚟，行去揾安全信得過嘅大人。今日灰姑娘同繼母上街市買餸，佢唔小心跌咗手上面嘅橙，繼母就大聲鬧佢。你有冇搞錯啊？咁論盡嘅，做少少嘢都做唔好，你係咪抵鬧啊？媽媽，我有嘢想同你講。當你大聲鬧我嘅時候，我會好驚。灰姑娘拎守護名單卡出嚟，走向老師。多謝你講出嚟啊，我會喺你身邊㗎。某一日放學，老師約繼母傾偈，分享家庭近況。有時，大人都需要幫手，學下點樣用更好嘅方式去愛小朋友。對唔住啊，我嚇親你，我會學識先冷靜再講嘢，亦都會揾人幫手。多謝你肯聽我講，我都會照顧自己。我需要嘅時候會揾人幫手。屋企貼咗心情角落同守護名單，玻璃鞋變咗勇氣勳章，掛咗喺我心口前邊，我好鍾意啊！每個小朋友都值得擁有安全同溫暖，每位大人都可以學識用更好嘅方式去愛孩子。當心入面再落雨，記得撐起雨傘，講出需要，行去揾守護。